有對廣告之後，繼續收聽遲朝國際。這禮拜新聞幕後，同大家來關心係國內嘅能源轉型，來政府推動綠能嘅最新做法。今日節目地圖為大家繞場到嘅係台灣科技大學嘅汪俊泰汪教授，教授你好。主持人申元國你好，你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汪俊泰。你好，特別紹介一下汪教授好，包含眼研書記研究嘅老天時頭前嘅觀眾朋友對佢都當數。不過我也係禮拜啊，為咗做呢個主題，去研究汪教授嘅相關嘅經歷，就發現，現在大家都話到汪教授嘅動力可以師傅化啦，勞工人員嘅轉嫁，而且咧動作嘅速度到下架有關，冇想到佢真正現在嘅專業領域啦，因為佢大學讀嘅係台大機械呢，天氣呢，看到碩士啦，波士頓美國紐約大學讀嘅係也係天氣嘅博士，天氣工廠。原來汪教授係理工老英文兩種專業吼，兼顧嘅一個專家，所以根本天然問題也係難得要長到幾多嘅節目現場。你籌備當到鄉親看報紙，打開報紙講哇，頭版都會講你政府底下有一隻清醒嘅做法，行政院長賴清德來院長其實先不講，你要推動綠能，其中一項重點是要對當到民眾福祉旁當來調日頭能辦。你請個公司來規劃前，我哋政府會認出，你要建設嘅費用，我也會認出40%。透過呢一種方式，佢希望是講2020年以前做得產生300萬千瓦嘅天力啦。呢300萬千瓦大家冇概念幾多咧？是台中嘅天廠嗬，6台機組發電嘅量。我唔知整體來講嗬，汪教授你有冇看呢隻政策？我想呢下係一隻趨勢啦。那所以呢國家呢天窗愛做嘅啦，哦，你睇我哋能源呢個東西啊，做得我哋分批式咧，美國集中到那個發電廠，集中到那個幾隻發電廠去發電啦，呢種嘅思考咧係一個新嘅時代，一個思考，好多東西做得我哋分批式嘅，因為我哋 distributed，即係呢意思大家按相出啲咧嚇，譬如講你下天路搭沙處，你數據也做得，那個當到那種嘅平板那種嘅天路啊，那度嚇，透過咧使用天路咧，你都要去到那個我哋天路中心嘛，我哋計算機中心嘛去使用天路，你家做我哋分批式嘅資訊。你家做因為那個我哋通訊嘅發達嘛，通常嘅道理啊，就講那個天力啊，那種嘅東西咧，咪按樣去啦，那個日光能啊，做那 solar energy 啊，你家做唔是錢嘅啊，是實在而用嘅啊，如果唔會接觸到那個污染，也唔會污染到人，所以那個是一種清好嘅一種能源。做起嘅時間咧，當然它還是沒有按效，不過咧問題這種做起咧技術還蠻多嘛，你下啲技術咧做得講咧先發達咧。甚至講咧也有進到那個公司也有引進那方面的技術。台灣咧各個那個研究嘅單位，包括學校也有進到對呢方面嘅一種嘅研究啦。所以技術咧已經到那個程度咧，大家一啲因為台灣咧做那個日頭光板日頭光板是太陽能板嘛那個係全世界都非常出名嘅咧，因為咧輸出咧對那個鋼鐵業呢方面啦，輸出到歐洲啦，出口到歐洲啦，那個是非常非常多嘅。歐洲青島那個太陽能板咧係採購到那個台灣，所以一定設計出有按好嘅那種技術，做得好好啊，都呢邊嚟攞佢嚟利用，攞佢嚟發揮。你看到賴院長都宣布了政策時期後，其實有講到幾隻細節咯。其中有一點，本大家會出到汗，唔係講當了解，是講佢哋係講蘿蔔上場，你好，不係講旁當會掉，佢有補出，你算係鼓勵性質咧。唔過係講你算係台天嘅用天大夫啊，其實講一隻數字，係講廿五下冇是廿個公司吼，特種嘅用嘅天量有800千瓦按度以上嘅啊，唔係講鼓勵你會掉，你一天會掉，佢談多年是不是喲？因為從人，你用天量冇強用，沙本政府冇公平的對待，唔知呢一點係咪告訴你嘅想法係嘛？那個時候咧，這個屬政府當然咧，說要乜去鼓勵嗬，呀，這個用天下太嘅人啊，嘅公司啦，也係講工廠啊，你都尤其係啲工廠啦，為用下太嘅同個天力嘛。
好，那个工厂一般来讲呢，它有那个条件呢，来都该为来丢那个太阳能板。所以因为这个工厂就按发的梯嘛，按样起来。它那工厂呢，工厂的用天呢，不上呢，就它抬嘛。这上个来就讲，你用天来用天呢，它抬个概念，它抬个公司，也係講工廠啊，你出需要呢，做有按样起来一种疏導那个一种管理嘛，按样起来，好，基本上那个因为技术用較大嘅天力啦，用較大嘅天力的話，人數用較多一個消費嘅資源嘛，係按樣起來。相對來講，像唔講喺講工廠，佢會用按多天，表示佢要生產按多東西，佢要按多嘅數業，對了同時佢一天也叫咧比普通人百姓較多嘅數咧，係咪佢樣是本人double多嘅？哦，係啦，我想。我想那个你做那个太阳能板呢，你本身就讲你要使用较大个人呢，本身你说受苦做付出较大啊，你啊种诶，譬如讲你从头按讲啊，那个天力公司咪从头都来为算那个譬如讲那个天费天价啊，用那个累进嗰種方式嘛，用越多嘅減越多錢，用越多。一般的老百姓嘅民生的用天呢，該做較便宜。你如果用越多，你這個想辦法要慢嚟減能啊。那是鼓勵上天的時候。係咁嘅意思啊。你看到你看一隻數字啊，你台灣厲害能源嘅分布主要當然係小沙灘啊，火力發電。係。你去看其他大家你下講，2025你財政府要推非核家園，唔好有核填充嘅。錯。呢件事情大家要看一下國際嘅做法對311日本嘅大地圖啊。之後啊，當多國家都講，原來核填充安定一樣。你唔好摸呢下，因為蘇海嘅可能下一屆是變做你自家。當多國家講非核，你下。按舊嘅311到你6年人嘅，2021你2017年，冇變嘅啊，是兩國家庭啊，係繼續有天然目標來做嘅，一隻係德國，比你下做2023年。所以2022年咗嘅，係比你下做，你係慢啲嘅，你2025年，係天從做出冇運轉嘅。不過你係呢，你也係佔所有台灣嘅天地都13.5%變嘅。所以你比例唔算大啊，6年漲5%天。為到做到2025年目標變做南北6年，差唔多全部台地厲害很嘅。問題係講，就單位嘅家事來算啦。你而家告訴佢講到，你頭年係50錢冇唔錯，不過我建置了你頭年嘅設備下，其實家事並唔大。到2025年為到我達到按個目標，大家要付出按國嘅代價，按個目標算起來都係要加出嘛。即係按看啦因為一般講咧，加出嚟講到加出嚟，你往往規則大環境來看啦規則社會嘅同嘅成本按來看啦基本上咧，佢就講從這德國是當全世界咧就非常先進嘅一個國家嘛，基礎曉得了這個時課講咁咧。你睇下講2023年咧，就做非體所有嘅核能做非體做冇嚟嘛當然咧，做個核能嘅東西咧，因為看300嘛那個美國嘅個3厘島，那個俄羅嘅 V 嗰度日本咧，全部都非常嘅電影家，所以講嗰種嘅東西咧，所以你100啦，你就信唔着啦。所以100有那個核能嘅災害時節咧，尤其像你台灣鐵片咧，係向那個方向來行。雖然講咧一開始嘅時節咧，當然咧唔會那個成本太大，就像台灣申研國文講到講，那個建設那個太陽能板咧會真多嗰種嘅成本其實咧加起來咧，我認為講冇堅持講會比那個核能發電廠貴啊。核能發電廠嘅呢啲地道個收費咧非常嘅大，嗰嚟講呢啲大家就地道
佢唔但止講，其實佢運作咧是隻會有安陽型嘅一種咧危險性台，尤其講喺台灣咧，個狀態會體統嘛，好，因為做體統帶嘛。從日本了辦法安陽從說體統變到津波一來，津波一來就係啊，好，過來講咧，個核廢料啊，你咩冇咁冇殺啊？唔該，你送到個風頭島去，實在係難以改變嘅人，其實也冇嘅。做乜解人哋台灣人用嘅天咧，用唔同嘅廢料嘅帶動啊啲下邊？係啊，你同個廢料嘅種睇個朋友咧，就當你係也了解咧，嚇，你個廢料嘅東西咧，我記得上千年，人講我哋半衰期啊，跟住幾百年咧，因為台灣歷史上400年，可能幾百年咧，人存一半哦，唔係講完全冇睇咯，好呢種嘅。所以咧，個核廢料嘅東西咧，唔係像一般嘅垃圾啊。所以總體按嚟看咧，我是知道講咧，呢種嘅用綠色嘅能源啊，係一個方向啦。啊，故所咧，呢下技術咧已經多了個長途啊，嗬。所以1、2、2實嚟做。但話總是你講到講，呢個太陽能板咧，也唔係講完全做太陽能板天啊，都還有其他嘅綠色嘅各種嘅能源。風力咧發展有風車，有水力咧發展也同樣。哦，還有咧，呢下咧，啲佢從台灣咧就成功太好，也有就研究嘅團隊啦，研究咧嘅台灣東部海面嘅苦蘿椒，苦蘿椒是烏草啊，黑草啊，那個苦蘿椒啊，個水流咧。做亞曼台哦，個水力嘅亞曼台啊，好啊！佢係講上入來運作嘅時間，呢個設了2-3隻基地嘅時間啦，吼，個發電量是亞曼台，啊，像呢種嘅方面咧，有咩綠色能源啊？所以佢嘅可能性其實係依度，係可能性當然係千多，唔過做很多人哋底下討論呢一條呢件事情吼，看到政府嘅政策，啱時是有人提出一隻爭議，是講一方面係講，你喺日頭年，你只設施日頭年辦好嘅，個表嘅吼，做呢只表嘅過程，然後佢表嘅用途以後吼，咁樣慢來回溯吼，其實係唔係按環保，你係一點吼，嗱一點係講，你話日頭年辦推案嘅政策，政府來出錢，當然政府嘅錢拿一些大家大所嘅錢啦，來付出呢個事情，係沒有種長途嘅變做土地。天天嘅財團，尤其係做了一天嘅設施嘅財團，向數多嘅電都係創上，唔係老百姓。所以我講呢種嘅東西是本身就係經濟嘅發展本身嚇，但係社會向呢方面嘅行，我諗向那個綠色能源嘅行啊。當然咧，所以有啲創傷啊，佢本身做出幾多，亦都準備咧做出有啲呢度方面嘅研究嘛。好，你講。如果土地來講咧，一問講，你係講古道咧，繼續古道改變啦，係嘛？你天生愛發電啦，嗱天生愛有那個能源啦，而沒綠色能源，個嘢核能，個核能點樣有創傷啊？個點樣核能呢方面點樣具體係咪非常大嘅創傷啊？所以呢個社會嘅變化咧，本身咧嚇咧，仲會講嘢咧，出到安係啦，經濟發展、社會嘅變化、能源嘅使用嚇，方向有改變，有新的一種方面，當然係會有一種新的一種經濟發展嘅一種嘅變化嘛。啊，還有非可能，譬如講咧，你嘅石油，可能石油冇用咧，我跟石油有關嘅個行業嘅全部都係嘛，哦，你係咪先難講嘅東西？係，是這類啟示類行號。係啊。上半場非常感謝王教授說明，先細看一下。講我這其實來看到係講啦，國際來比較，你對體力條件、天氣條件從樣冇幾條愛好，準備發展熱條呢，還有哪啲為挑戰？先了解下，讓住進來。大家嗰陣轉到討論嘅現狀，呢個禮拜我哋為大家邀請到台國台王潤泰王教授，讓大家共下來討論是政府呢個推動嘅熱條能政策，希望大家對自家負擔加掉熱條能板做兩能經濟。係一點喎，大家呢下嚟講，你喺國際嘅大家都係天天做到較好嘅，算係北歐嘅丹麥，然後西歐嘅德國，加係你多少要講到德國啦嗬。
大家是不是想讲，佢哋做得好，佢哋有佢哋嘅天時啦、體力嘅條件啊。最簡單是講，佢哋當你做嘅時間比你較長。雖然你做長，不過佢哋溫度冇按過。像到台灣，你天時同樣都下巴38度、或40度按過都有。你做時間冇按長，你天那個溫度按過，後面你條那班開唔樣，會燒起來，也係輻射物，冇咁危機出。所以講。你咁要按你條件，看到現實要慢做，你是講我來學論要慢做。好，其實咧仲係你鋼天板啊，嚇，你講迄個溫度降太高，你出嚟慢慢嚟去改進嘅。技術方面嚟講，你做個還沒講太問題啦。還有台灣新研國嚟講到講你個北歐呢個國家嚇，比如我哋個德國啦、丹麥啦嚇、丹麥呢個國家，我建議走時間較長，確實啦，佢係那個熱天時啦，好熱天時佢較長啊，好因為台灣咧咧做夏天冇咁多，所以20頭啦、25頭時間大概差唔多啦，嚇，睇就差唔多。唔過咧，佢個熱頭咧較車嘛，冇錯，因為對動哦，熱頭對動哦，佢個熱頭較車，所以講咧，佢個光呢咧電多咧嚇比台灣較細啦。好，按講嘅時間咧，所以佢個咧個太陽能板咧，用較多面積較發，面積較發係冇錯，嚇。過來講咧，講咧個北歐咧個素材，佢出做得多，要唔係講佢做得多咧，佢咧個冷天時較長啊。佢冷天時幾百年就落雪啦。佢緯度按過嘛。係啊，緯度按過啊，從到落雪啦。落雪嘅時間咧，你看啦，咩冇熱頭啊？台灣冇落雪啦。好，嗱可以啲人嚟睇下，主持人講到講，講呢個台灣因為對呢個熱帶咧，會講會跳熱。其實咧，因為台灣福氣真好，要唔係咧，因為東部海面咧有那個苦羅橋，好，這個按到烏巢，那個苦羅橋咧出廠嘅 air conditioner 樣嘅，變到冷氣樣嘅。佢出廠嘢，佢出啲空調樣嘅，因為咧個苦羅橋嚇，佢最高嘅溫度啊，到幾多度天呢？到28度，最大廠嘢咧到20度。但苦羅橋啊，佢一年透天咧做按陽性咧就溫度喎，做啲調節。所以講要唔係講，因為台灣係四季如春啦。但係到你熱天咧，唔好講熱到40度以上，千少啦。個36度咧，因為大家就講熱火火嘅，就冇咁磨殺啦，知道冇？係36度就冇經驗啦。照樣，其實都冇經驗啦。高數人上本來上到是講，就你自家台灣本島來看吼，你南北其實同合。400公里差唔多。400公里。400加啲咧嗬。係啊。其實按些地方嗬，按下邊素材嗬，也有所長哦。南台灣，你這時間是比你北台灣，因為天時關係，佢哋從啲看到熱條，你下邊就多雲，下邊就無陰天，你只有唔到熱條，所以南台灣做熱條嘅光天當適合，因為佢天然嘅條件較好。唔過你嚟對照你下，你對台灣。本島方面對嘅問題嚟講，北部工廠啦、公司啊，太提到北部，結果北部天正經係唔拉用嘅素材，不過南部係都市嘅發展，熱條能光天，天下多嘅素材。現在嘅問題是南天都係北送嘛，因為你用下多天。問題嚟講，都市嘅熱條能光天也係啊，你而家俾天下多問題，你唔是用咁多啊，正經欠天係對你北部啊，所以。你也係喺冇解決啲老問題嘛？按講啦嚇，規則嘅呢個能源綠色嘅能源啦嗬，太陽能板係一部分啦，當然還有其他嘅各方面啦嗬，風力嚟到啦嗬。你講到講呢個北部呢方面咧，當然主講用天會較多，因為人口較集中嘛。不過咧北部咧工廠較少，南部咧工廠較多啊。過來講咧，就講呢個工廠較多，因為工廠嚟做係用天咧係上吊嘛。好，過來講咧，而家南部嘅熱潮咧，所以講南部嘅天時較好，差唔多中部以南啦，台中以南啊，一個咧個火向北一個火焰山咧，又個天時咧就變化較多啦，啱唔啱啦？其實咧，呢就一種技術嘅問題啦。南部嘅熱潮咧，當然會較穩定，北部嘅熱潮咧就冇咁穩定啦。呢個方面咧，就當然呢個而做咧做咧，仲係各方面咧控制嘅系統啊，好，試嚟講，你個熱潮到嘅時陣，然後熱潮較少，又係講較熱嘅時陣咧，熱板你做你點都做到調節啊，其實嗬。過嚟講咧，係主持人講到嘅南北一個天
松天的问题。其实呢，台湾的南北呢，就差不多最长就什么400多公里啊，400多公里呢，对这个像米族啦，整个大陆啦，欧族啦，这算得出细甜啦。所以族是比你台。嘿，所以咧，就讲个松天那个技术咧，做得好去做规划啦。有真多新的技术，尤其俩哈各种的通信啊，那个控制啦方面呢，非常的发达，那种的种天子个东西，你们要做的使用到那个天力个传播嘛，甚至讲呢，有人都个发明汉摆咧，要用到用无线的送天呐，wireless wireless 送天。你遐手机的充电，好把是做咧用到无线的。系啊，慢慢咧汉摆咧，个天力要做咧用无线的送天的，譬如讲安阳县咧，嗰个我意思是讲，你个天力公司。当然咧哈，因为台湾咧，所以天力公司佢自家都嘅做咧嘅，因为佢发天也系佢都嘅做诶，送天也系佢嘅做诶。好，所以送天呢个部分呢，南边要买一条批啊，你啊做得咧好去做一只全盘一个台湾嘅一只规划啦。其实咧，台湾咧也唔系讲青态啊。高速讲到天力公司吼，也本来你想到你阿爸要做一天然光天，那是问题吼。政府唔但将喺补助你40%是要建制的费用，个规划的费用佢全部会纳。多时间，迄讲压不下来一条天板吼，生产的天啊，超过你太料，莫是起价不下我用的。系，再卖出去。喊做的拿去卖，喊做的用卖天来赚钱。系啊。你也不然是想到一件事情吼，你卖不卖啥？是台天嘛吼。系。台天卖你生产的天哦，一磅天用6个人来买。结果佢卖出去啊，用3.6。人讲你要前段时间你无人做台天是都该做。你是来想台天迄卖啥拿卖啥的钱？纳税人的钱啦，所以电都也系挨富态度流出去的呢，咁错。係啊，你當然你出因為一種新的技術吼，你出好思考那個成本的方面哈，要慢去算啦，是嚟講佢更加公平啲啦，安全啦吼。你那個飛機那個成本啊，要慢去算啦，你實在講也唔係講真了解，我想也做得重新好去做。重新去算過啦，所以你告訴人，你下呢只時間點，你我來面對能源轉型嘅，冇做唔定唔下去嘅，冇法度過定下去嘅。係冇唔錯㗎，係啊，冇唔錯，你冇法度過定，你做2005年天，你台灣你做青年天天嘅，用青年天天嘅，你2017年係用7、8年天天嘅。係啊。唔講喺時間唔定嘅呢件事情啊，是本你想到一個啥來可能會面對嘅狀況。對於條年天板，搶人哋告訴大家嘅形容吧，係搶人哋以為帶太料，反而冇。係。嘅一棟地度嘅駕駛夫甚至20人夫幾百戶嘅都要係講下個嘅太料。係啊。你睇政府兩個政策，係講太料嚟講，你要得到全部帶地度嘅人嘅同意，而係太料嘅旁檔，爭在做案嘅實批。問題係講，那要按改做得到所有人同意。因講就最艱難嘅啲嘢。都市更新，按到地方尤其台北市吼，見到個推動都市更新，個 Q 嘅建築 Q 嘅物件講，到時就要提圖嘛，個影響，唔怕，唔太嚟嘅人做清同意，抄提起，政府起新一本，搭實本到一副全新嘅物。唔過你看到按道理嘅是派，做乜嘅？因為我得到全部嘅人同意，根本係強會冇可能太多嘅事情。你下咧天也強啊，所以你按我政策。根本是中下油好聽啦，因為中下該富是唔起價，就都市，不過都市有按多幅嘅，你要慢推一停通。係啦，我昨日講過，台灣嗰邊有講到講，你個60年都美國單槍即係做用光能嚇，做太陽能、熱能啦，意思講咧，當然你個物嘅，也係講太料嘅，有按個條件啊，他個同意有按個條件出來做，冇同意該做唔是嘛？甚至講如果太料根本做唔得做啊，譬如講這個路嘅太料嚇，譬如講你個違建府也做得起，也做得到個蛋糕來裝。你下政府嘅做法譬如我，你違建佢中央
付出你钱不对哦。嘿，俺这段出来来说有问题啦。哦，俺这段来暗示有问题啦。对违建是违建啦，只不过俺这段讲违建的天主做的松本用，莫讲你那个蛋糕还做得发天。不过佢有讲哦，违建户吼，你也唔要本佢合法，佢限係违法嘅。不過我為到一視同仁。你迄申請係傾向本掉。迄個我知啦，我就意思都講咧，當然你啊個建築物咧，係有執照嘛，你建築物係哦。違建是冇執照。不，真的冇執照啊！你要麼做蛋糕做的種類的東西，哈，呢點是需要講那個政府方面需要重新思考啦。台灣雖然講講到咧，這沒講過答付出有按個條件啊，如果副部長就有不敢就冇愛啊嘛個東西啊。啊，你譬如講嘅具體台啊，因為個數據嘅具體台，當然也冇愛，就當然冇愛啊。明明個單位也不係數據嘅屬性冇變較好，不過大家唔敢。係啊冇愛啊，係啊，所以咧就先難講啦哈。所以也就你有睇到做得做啊，也有嘅工廠，一方我先都講先當鼓勵啊，係有效即係有嘅素材嘅，哦，具體嘅咁特別嘅工廠嘅方面。要做為下適合，要做下適合吧，你都可以維護咩好，整理咩好，誒，沒有說都是他有設。